歡迎收睇尋找卡包的故事。少年再一次離鄉別井，長途跋涉咁樣嚟到深水埗黃金商場進行 AR 抽。今次佢係要抽 M2A。少年今日遇到一位非常友善嘅女店員，仲話唔介意拋頭露面，唔使打格仔。少年今日嘅心已經注滿咗希冀同埋盼望，唔知佢又開唔開到佢想要嘅卡呢？好，冇事，冇事。OK， 你講啦。又有球閃 ，OK， 冇事。第二包冇事，第三。有張超夢，拗冇事。第四包，三包快樂球。OK。MA。開到第四包，少年佢抽到一張 SR 嘅道具，但係佢今次並唔滿足，希望可以開到更多更好嘅卡。我都想喎，SAR 好開心噶啦，或者梗鬼 MA 都好好噶啦。唐超啊更正啊！其實我呢彈咧，我好多卡都未有噶，即係好多 SAR 嘅嘢都未有。嚟到第五包，終於開到一張 MA， 少年歡喜若狂。嚟到第六包，店員豎起拇指為店員打氣，竟然係沙奈朵嘅 MA， 女店員亦都表現到好歡喜嘅表情。嚟到第七包 AR 終於出現，店員亦都停止提供卡包，但係少年喺呢一包度得到一張比卡超，佢歡喜若狂，咁樣完成呢一次挑戰。雖然呢條影片已經告一段落，但係少年話，只要大家繼續為呢條影片注入愛，佢亦都會為大家繼續挑戰。今日我嘅收穫就係呢一抽 AR 抽咧，就係中呢度啦。OK， 有張沙萊朵 MA 同埋張 AR 呢個 AR 抽，呢張而家都 OK 嘅。